我是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青年演员陈丽君，是一名影派小生。我怕他们见了我现在这个本人的，让他们失望呢。私底下她是很普通的一位女生，但是一上台就是人人都喜欢她。别看陈丽君年纪不大，可她接触粤剧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。她才15岁，从嵊州艺校毕业来考小百花，还是学花旦的啊。然后从小是学花旦，长个子长那么高，谁跟他配戏呀？告诉那个班主任老师，把他改小生。他所有的只要去参加比赛，一定是金奖，因为他是唱作、念、表、打全来。我爸爸炒茶的绝技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学会，但是粤剧，我一口气唱到了现在。我好像90%的时间精力都是投入在粤剧的这个圈子里面，倒也不是只是说你练的。时候很辛苦，那很多人都很辛苦，只不过这条路偶尔有时候还是比较孤单的，但是不孤寂，虽然苦，但是我有很多的快乐。我非常担心，我也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奔跑者，但是我觉得路嘛，总是要有人去走出来的，就无论是不是奔跑，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往前走。基本功非常扎实，技巧非常漂亮，而且他这个技巧用的是相当的有机。我每天待的最多的地方是练功房，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练功房对我来说就像一个游泳池，我总是干的进去，湿哒哒的出来。对于戏，我有很深的执念，信念感真的很强很强。我一投入到里面，我可以不出来的。有时候我可能半夜1点还在唱，然后我隔壁的房间，我的朋友们就会发信息给我，君君啊，可以了，明天再练。每一次都是这么练的。当我认真开始准备的时候，我整个人的状态跟我平时你看到的那个我一定是不一样的。我并没有觉得我很平。君君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，练戏练到低血糖晕倒在了现场。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去有这些基本功嘛，那就是你要付出实实在在的这种训练去的。我就是觉得，就是可能我这段时间有点累吧，就在特别累、特别苦的时候，会有这种你为什么这么累了还要坚持这种想法有出现过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舍得放弃，它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。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会选粤剧。剧场舞台艺术都是一次性的，你不能保证哪一次它不出问题，那就需要你千百次、上万次的去练，去保证这个万一它出现的几率就是很少。我害怕自己做不好，我害怕让别人失望，但是我不会因为害怕就不去做，我会选择去面对。害怕是本能，面对是选择。无数痛苦迷茫的时候，都面临着2个选择，一个是坚持，一个是放弃，但是我每次都选择了坚持。改了小生丑，就是要把之前的所有的痕迹都抹去，从一个手指头、一个脚步开始重新打地基。你要付出的，那就真的不只是一点点。那我们浙江小百花粤剧团，它就是一个全女班的剧团，就是在台上表演是没有男性的，所有的男性角色都是由女性来扮演的，这是我们的一大特点。我觉得戏曲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，你的每一个小石子投下去之后，好像有被唤醒。希望我是那个小石子。他特别的冷静，很清醒。这2天大量的这种，应该说是已经带有商业性了，找到他都非常应对的很好。我就觉得他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头脑。我说你要是想成为艺术家，你不要被现在的这些流量所动啊。他说老师我知道的，你放心。我依旧想做我想做的事，该做的事情。可能你们觉得我现在是我了，但是我自己真的没有这样认为过。更多的人看到了我，但是他们也仅仅现在只是看到了。有多少人到底是能够留下来的，喜欢上粤剧的，其实还不知道。他们的这种信任也对我产生了一种不醒吧，我就会去想，值不值得让人家把你当成光一样去追逐，能不能真正的带给人家这种力量，就会让我更加的对自己要求严格。很感激新龙门客栈，它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。我也相信这跟我过去18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在这个时代，陈丽君只来一次，这辈子只想做好丽君，想要唱好粤剧。我相信聚沙成塔，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一定可以把我们的粤剧，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得更加璀璨。